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一礼拜过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咱要同齐伫遮来敬拜上帝。咱要做礼拜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保守阮一礼拜拢平安。阮过来到你面头前，大家组织要来遮来敬拜主你。虽然外口的天气落雨，总是阮知。无论是出日落雨，拢是主你所定。你是要供给阮所需要的。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有时嘛亲像天气共款，有时阮真欢喜，有时因环境的关系，阮的心情嘛坠落伫真无爽快的时阵。主啊，帮助阮。有信心活靠你，因为阮知，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真济时阵，阮是要来经历你助你，主啊帮助阮，互阮会当开阮的目睭，会当看见你，亲像飞鸟伫空中，亲像山巖的花共款，因无静坐，无芳质，总是主你看顾因。主啊，阮的生命。愿阮也会当伫你的内面，安尼会当得到你的看顾，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主愿当自就来到你面头前，互阮放下阮的重担，来到你面头前，我们伫遮来学了你，要来敬拜你。主啊，阮将阮今仔日的服侍，今日的敬拜，完完全全来交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咱来咱今日的练习的时间吼，啊，咱头拄仔讲的落雨天吼。欠水的时，就是大好天啦吼，所以咱应该真感谢上帝，欢喜来到伊的面前。来，咱来吟第一首诗《圣诗370首》，《圣诗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吼。啊，这首诗歌是咱这个月的月诗啦吼。啊，月诗就是讲，咱这新圣诗啊，大家无啥熟，吼，咱大家练得较熟的。吼，370首。第一节，请咱做伙来。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被拼捧杯来庆贺，主所留无样咱着好。主耶稣告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告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啊，咱注意着，咱这个副歌第一届讲较细声唱啦吼，啊第二届渐渐大声啦。啊，一般若要接这吼，第一届细声，到尾啊小可就较大声，啊再搁接第二届搁较大声。好，啊咱照下来唱，来咱对第一节过来一遍。第一节，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被拼捧杯来庆贺，主所留保佑咱着好。主耶稣告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告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啊，这是我咧准备传诗的时，我有咧想讲啊，这首圣诗到底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甲唱？啊，这首咱看。是牙买加民歌的旋律，所以是民谣啦。啊，牙买加以前距离咱就足远的啦。啊，即摆疫情来了后，我想对咱来讲距离搁较远。啊，所以咱要来体会因遐的心情吼。
我想咧吼，唱这首诗歌，咱可能照爱有一个小朋友的心态、儿童的心态来唱，真活泼的诗歌。吼，咱用这个心态来唱看卖。小朋友的心态来唱这首诗歌，370首第一集。咱奉献声音甲载灵，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百病芳杯来庆贺，主所老无样咱着。主耶稣给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给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第二节，主基督予咱得合意，当这道尊叹伊关心。三祝福言行着观众，听言话也着用行动。主耶稣给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给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好，咱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圣诗533首，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第一站做回来哈。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后标的台，论主极大的荣光，伊给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安咸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第一再搁一遍。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后标的台，论主极大的荣光，伊给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安咸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我大概来吟这首诗歌时，心内拢有所感动。我会记我细汉的时，我的阿嬷，我的阿嬷伫教导我的这辈小弟，互因念圣经、背祈祷文、背诗篇23篇。那阵我的阿嬷嘛真爱唱这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想伫长老教会的传统，也是伫咱圣经内底以色列人的传统，一代搁一代，把这个故事、把这个信仰传落去，这件代志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我想咱最近咧读圣经历代志，
还是日王上下悬？看起来真无聊。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的子孙做啥？什么人子孙？伊伫做什么代志？一代搁一代伫流，流，互恁知，恁的祖先是安怎来运活这个信仰，上帝安怎来带领。啊，所以共款，伫咱这个世代，这首诗歌伫讲，我真爱讲这故事的时，我心内总是有真大的感动。咱文山教会要进入130年，啊，咱120年的时有做特刊，啊，120年有去做足侪活动。啊，这个代志有人讲，啊，是毋是爱搁做一遍？规尾起来是爱搁做一遍，是安怎？这个信仰爱提出来，继续搁留，咱的子孙才会记得。这首诗歌就是咧讲这个精神。啊，所以我大概来吟着这首诗歌的时，我爱吟，嘛感觉这个诗歌确实会当感动咱的心。我真爱讲这故事，像咱第一再过来一遍。我真爱讲这故事，天经地义的代，论出极大的荣光，以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暗咸伫照，夜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像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第二节。我真爱讲这故事，哪想哪有滋味。世间大项所望，拢总甲这袂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对这受大感激，所以报我所经过，望恁来得你。我真爱讲这故事，像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们再来吟圣诗第20首，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这咱真熟的歌吼。再搁一遍。圣父上帝踮天顶，万里有着出命令，人类历史上改变，我的生活快变成。一代过了，搁一代，主做阮
咱第一再搁唱一遍，轻轻来唱。是主做咱徛起所在，叫咱批判心来今日敬拜。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气，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请咱同齐来吟诗，圣诗370首，圣诗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东北饼香杯来庆贺。主我所留，主所留模样，咱就学。主耶稣过我，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耶稣，我真的的活命。
请坐。请咱同齐来念尼西亚圣经，伫旧部契约嘛是有，也是来看咱的迄个。好，同齐来。万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无看见万物的主。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场彼拉多任内，为咱定十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搁活来世活命。阿门。请咱掀开启应文59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9篇。启应文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请咱同齐，阁来吟圣诗20首，圣诗20首。圣爸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常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主做阮徛起所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永远伫地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世间来救赎阮，互阮不配称做义的阮，当浸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主，阮要感谢有了你，因为你的大疼痛，阮才会当通过你的保护，会当坦然无惊吓，徛在伫你面头前。你无爱阮献烧祭甲赎罪祭，只爱阮谦卑顺服你的旨意，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你只爱赏赐阮有喜乐丰盛的生命。主，阮久久伫敲吹一位牧师来牧养阮。你有听阮众兄弟的祈祷，为着阮来差派柯牧师，要来甲阮同工，求主圣神甲阮同在，互阮需要搁进行的侪侪事，拢会通顺利，也互阮会当准备一粒同心合意的心，会当甲主、甲牧师、甲兄弟、甲兄弟姊妹有共同的意向，为着你的名来认真拍拼，传你的福音。主，你是阮的关台，阮的倚靠。共即个时阵，你也互阮找到一个适当的牧师馆。主，阮要过一遍用感谢来学了你，因为你的恩典有够也阮用。阮要感谢你，阮也要用将遮的所有的代志拢来交托伫主你，愿你来成就。阮感谢天父安尼疼痛台湾即个小小的岛屿。伫侪年以前，找马家国牧师、马介博士，将福音的种子来压伫台湾的四国。阮文山教会就是安尼，伫将近130年前就设立伫即个所在。这拢是主你疼阮，要赏赐你美好的旨意。你伫逐世代伫引带阮、引带人来归向你。伫现今也要继续来诚做一拍光灯，来照伫即个所在，带人行伫你的真理的活路顶面。主，阮需要你来引带，需要你来带领，来指示阮着做的事，互阮伫你的教会，伫目三地区会当诚做光灯，看出人的需要。求你来坚固阮的信心，保护世上渐渐伫掠家己做中心的思想，违背你的旨意的风俗的习惯来影响阮。互阮会记哩，阮是蒙恩的囝子，是你用重价来赎回的。互阮时常会当省察阮家己，求你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会当晓悟你的真理，会当明白你是搁真搁活独一真的上帝。互阮来敬畏你，来服侍你。阮也要为着11月21甲22的感恩音乐见证会来祈祷，求你互阮所备办的活动拢是要来见证对你的阿乐甲感谢，互众人知一切赏赐拢是对你来。阮也将11月28明年施工的计划甲今年的检讨，12月的圣诞节筹备，拢求圣神来帮赞。赏赐智慧甲气力，互众人所做的，拢是要荣耀主你的性命，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来归向你。主帮助阮，
会当成做一个有路用的器具。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亲像伫天呢。愿咱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即是请咱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的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新约圣经148面，使徒行传11章，咱要对19节看到30节。咱同齐来看，为着司提反的事所生起的苦难，来四线的人变行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尔定。若是其中有居比路、古利奈几若人到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直直信来归入主话，因的效验不知多。轮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已经到，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苦劝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圣神甲信满满。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伊去大数找扫罗，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教示侪人。有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当迄时有几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到安提阿。其中一人名阿加布起来徛，靠圣神来指明，普天下要大饥荒。当革罗丢的年间，果然有即个事。对安尼，学生定着意思，逐人照伊的力量，行去降级伫犹太的兄弟，因就照安尼行，对巴拿巴甲扫罗经手。寄互遐个长老，咱读圣经要看到遮。咱只是要请少年团起来献诗，认定你。我要全心。
这是请黄团队来讲道，特别是基督徒是对安提阿起。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的题目是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意思是讲，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对安提阿开始的。伫这个进前，只有犹太教，无基督徒。所以咱今仔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对安提阿开始？印象中，敢是应该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因为咱知正使徒拢伫遐咧传福音。那为安怎是对安提阿开始呢？那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对咱来讲有啥物意义？毋茫咱透过今仔日这个主题，咱三个来思想咱信仰的议题。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阮满心欢喜来得到你的恩准，搁一摆要来听探你的教示甲旨意。我们用感谢甲学乐来领受。我们将线接信息的时间排列伫你的脚前，祈求圣神亲自运行，保守引带。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伫咱拄则，咱潘长老读经当中，咱知影，初代教会信徒因为司提反被杀死的这个代志，来所引起的迫害，所以因就四散到逐所在。有的走去甲腓尼基、居比路，咱现代台语翻做塞浦路斯，甲安提阿。那么因去到这个所在呢，因无向别人来传福音，伊干那甲这个信息来传给犹太人。但是另外一寡人对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来到安提阿，因毋若干那向犹太人来宣扬主的福音，因嘛对侪侪希腊人来讲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主的能力、主的快乐甲因同在，三角地地，所以有侪侪人伫遐听了福音，来归信主。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就派巴拿巴去到安提阿去了解。那么因为伫《使徒行传》的第9章有记载，就是当保罗信主了后，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去找使徒来讨论传福音的代志的时，迄时阵无人要插伊，嘛无人将保罗当作使徒，只有是巴拿巴接纳伊，带去找使徒。就安尼，保罗才有法度甲使徒因来接近。如果当时若毋是巴拿巴来将保罗当作使徒来看待，安尼若无法度确立保罗伊宣教的使徒的正当的身份，
所以伫某一个角度来看，若无巴拉巴，嘛无保罗，若无保罗，可能嘛无今仔日的基督教，咱的基督徒。所以伫即个道理上，安尼是会使安尼来解说。那么巴拉巴到即个安提阿的时，伊看到上帝伫遐赐福满满，伊就真欢喜，嘛真鼓励大家啊专心来服侍主，来信靠伊。那因为巴拉巴伊圣灵的充满，甲坚定的信心，所以有真侪人信主。就安尼，巴拉巴就去大数去找扫罗，迄阵伊还袂记得保罗，就带来要来带到安提阿，有1年久的时间，因为伊相信扫罗若来，会当阁将上帝福音阁传互阁较侪人来得到即个恩典。那有1年久的时间呢，信徒当然就增加阁较侪，阁较侪。所以讲，因为迄阵啊非常的复兴，非常的兴旺，所以门徒互称作基督徒，就是对安提阿才开始的。那么迄个时阵嘛，有几个先知来对耶路撒冷落来安提阿，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加布，伊嘛得到圣灵的指示，徛起来讲预言，讲将近得要有即个严重的饥荒，所以即个代志伫克罗地的年间就来发生。所以门徒呢决定，逐人按照家己的能力来奉献，来尽责，带伫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就安尼，因来拜托巴拉巴甲扫罗来将这个奉献来带去，互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所以就开始大家就来扶持，来帮赞初代教会，互因会当面对伫传福音的当中。来面对种种的艰难、甲挑战，所以伫遮，咱了解，因为司提反去互杀死，或者被迫害的信徒，就四散。那么来到安提阿的人，就向希腊人来宣教，啊，阁因为这个宣教的效果真好，所以耶路撒冷阁派巴拉巴过来了解。巴拉巴过来了后，阁认为保罗若过来，会当阁有较好的效果，所以甲保罗请过来。扫罗过来了后，两个人就同心合意伫遮宣扬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伫遮大大兴旺。引出无数侪人来信主，对安尼，大家将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的原因，就是司提反去互杀死，也就是讲，司提反互石头娃娃拍死。伊是互石头娃娃甲啃死的，那是伊所流的血，去灌压咱即个基督宗教的成长甲壮大。那司提反的性命呢，就若像亚弟好土的种子，伊结出了真丰盛的果子。
结出了30倍，结出了60倍，结出了100倍，甚至是千万倍的果子。那么，这个开花甲结果，一直到现在，相信咱还搁咧享受这个教育，搁有剩的成果。这就是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的原因，就是司提反伊为了真理来牺牲性命所结的果，所结的果，所得到的结论。那么，咱继续来思考，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对咱佫有啥物意义？司提反的死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的第7章。司提反互杀死的原因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的第6章。司提反是因为伫初代教会中，信徒一直增加，所以伫后来伫迄个生活的分配顶悬，讲阿兰话就是一个希伯来语的一个地方的话叫阿兰话。耶稣住伫耶稣附近的人，拢是讲阿兰话。讲阿兰话犹太人呢，伊去疏忽了迄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一寡官府，因日常生活的所需要，所以造成管理上真大的纷争纠纷，所以因才选出来7个执事，要来管理因日常的生活。司提反就是这7个执事当中的一个。那么，伊属于上界文士，有文士，甲有能力的一个。所以，伫民众的中间呢，伊行足侪奇妙甲神迹。尾后有一寡人就来甲伊辩论。我认为是因为基督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有威胁到因遮的人，当时因既得的利益，所以起来反对。但是因反对呢，因辩袂过司提反，因就找一寡人来做假见证，就讲司提反甲耶稣基督同款，拢是讲话要攻击圣殿，而且无遵守摩西的律法。司提反的反驳，就是将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做了一个真简单、佮真有力的辩护。最后伊讲：恁遮的人遮尔固执，心遮尔硬，恁暗耳毋听上帝的旨意，恁甲恁的祖先同款，总是甲圣灵作对，甲圣神作对。倒一个先知无受过恁祖先的迫害，先知宣告迄个公义的人要来临，恁的祖先就将这先知杀掉。现在恁阁出卖了这个奴仆，就是耶稣基督，而且阁将伊杀害。恁是已经领受上帝律法的人，这律法是天使所传落来。恁虽然领受，但是恁却是无要遵守，真是岂有此理！议会的议员，因听了司提反这个话，就非常的生气，家己切气。不过，司提反嘛无论呢，颠倒是圣灵充满，伊举目举头望天，伊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佮看见了耶稣基督坐伫上帝的大屏。伊就讲：天门开啦，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
因遮个人看到司提反遮尔坚定的信仰，就大声喊话，手按着耳孔，无爱听伊讲的话，啊，搁饲我去，掠掉即个司提反，将伊塞出门外，塞出城外，用石头甲伊抌甲死。啊，遐个证人做假见证，遐个证人是甲因的外衫交互扫罗来看管、来保管。那么司提反伫即个石头一粒一粒甲伊攻击牵着的时，伊向主来呼叫，伊讲：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伊搁跪落来大声来喊讲：主啊，莫甲遮个罪归伫因。伊讲完遮个话，就死啊！即个过程，保罗是拢总有看到。所以讲到遮，咱是毋是看到一个真熟悉的场面？就是道成肉体为着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耶稣的死，伊是为着真理，献上伊的性命，诚做芳芳的祭，来赦免了咱世间人的罪，来建立了这个世间基督信仰的牺牲。那么司提反的死，伊是搁一摆来坚持这个为真理来献上宝贵生命的见证，而且咱头拄来就看到伊在死进前，伊遮尔荣耀，遮尔平安来牺牲，为着咱世间人建立了迄个真理的记号，这个记号就叫做基督徒。所以咱看到的是真理，这个物件，毋是干那知影尔，爱去实现，甚至是要用咱的生命去坚持。安尼真理才有法度成做咱的困难。真理若干那知影是无够的，才会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佮用石头将司提反牵死这犹太人。因对真理的了解，比任何人拢较清楚，因为因是法利赛派的文士，但是因无敬畏上帝，无顺探真理的教示，所以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的意义，就是基督徒是真理的记号，是用生命所坚持的荣耀的道路。基督徒司提反为着这个真理来牺牲，这是互世人真正插心的感动。伊那流青，遐尼灿烂，佮短暂的一生，伊开出了，互咱插目的光芒。我认为这件代志对扫罗伊有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伊看到迄个过程，伊亲身在场看到迄个过程，所以伫伊死的当中，伫伊的保罗的心中，就留落来一粒迄个信仰的种子。啊，即款的讲法，伫即个迪土良，伊是伫即个之前150年到230年，是律师，是教会主教，是早期基督徒真有名的神学家、哲学家，甲护教士。伊有讲一句话真有名，就是讲为真理牺牲者，伊的血
是教会的政治。所以伊即个讲法，甲我的想法是夹拍的。保罗伊虽然无亲目去看到耶稣基督互挂伫十字架顶，迄个圣神的呼召，但是伊却是亲身经历了司提反迄个死、迄个安然、甲迄个尊贵、甲迄个荣耀。所以当耶稣基督伫大马色的路顶来向伊彰显的是，迄个司提反伫伊心内所种落来，即个种子呢，就结成了迄个属灵的果子，从保罗伊就甲即个永生的道路来结的。啊，若无，伊保罗伊当时的身份甲地位，伊实在已经是属于当时所讲的上流社会迄个精英的阶层。对世间人来讲，伊有真好的前途，但是伊却是将俗世人所渴望追求的成果、的成就，来看作是无啥，来委身伫耶稣基督福音。所以保罗3摆伊的旅行的宣告，伊确定了300年后，基督教成做罗马国教的基础。而这个过程中，伊虽然经历了侪的压迫甲苦难，但是这压迫甲苦难拢无法度去小小可可来减弱保罗伊宣告的热情。这就是司提反，伊为着家己所得到的真理，来坚持、来牺牲、来献上伊的生命，上界鲜明的意义。那甲保罗同款的宣告的热情，咱伫早期漂洋过海，远渡中洋来到咱台湾的外国，侪的宣教师，因的奉献甲委身，相信咱嘛看到上款的身影。其中，南部的马雅各医生，伫台南府城会看西街，伊租一间厝，咧正做报道所。伊伫遐开始报道，嘛开始医病，伊用医病的方式来传福音。当时是传教是较少，但是伊的医病却互当地的汉医来甲摆脱，来甲造谣，讲伊是乌人的目睭、乌人的心肝来做药啊。所以侪人互伊的去西农，就包围医生馆，就讲要拆礼拜堂，佮出手来拍伤教会信徒，引起了足大的波动。这就是伫150几年前看西街的事件。了后，伊就将这个宣教的所在，就刷去其后，就是咱即摆基丁，继续来礼拜，继续来医病，来宣扬福音。马雅各医生嘛无因为伊遭受到安尼的攻击，来小小可可影响伊宣教的心智，伊嘛拢无影响，继续宣教。啊，搁咱北部，咱的马介牧师，伊伫淡水、甲大台北的地区，伊足宽的范围，伊伫咧宣扬基督的福音，
伊拄着足侪的侮辱攻击。有真骄傲的汉罗老师教伊伫淡水的房间内底去编伊的圣经，看了后，将圣经đặt伫涂骹，佮咒插，佮真嚣摆，摇头换尾安尼行出去，伊嘛忍起来。有一摆伫三峡传道的时，有人用一粒大石头甲牵，迄石头对伊头壳顶飞过，去争着壁，这一粒石头逼做三地。伊嘛感谢上帝。伫艋舺，就是咱即摆的万华，因咧教会，互迄个地方的军队几百个人甲包围，无爱互因伫遐讲道，真侪人用石头牵教会，要甲因赶走，无爱互因伫遐做礼拜。阁有人要强甲因拆毁因祖来的厝，阁去请足侪迄个太高病去食，阁去食有太高病，去食的来甲因扰乱。加在伫淡水的英国领事馆，及时来甲因救助，才无来受难。后来，搁伫艋舺附近的所在，用石头、用土锅梅啊，甲因糊，搁放迄个狗，甲因加。搁伫泸州迄个所在，有一个人对伫伊的后壁，甲因骂，共款用石头甲因牵，搁甲破屎。搁有人甚至将猪屎甲抹伫因的头壳顶，嘛有一寡人爬伫树顶，将迄个垃圾的物件甲因倒，甲因牵，但是因拢无论呢，拢无惊吓，因刚强壮大，勇敢向前行。大家记哩，可能也记哩，咱嘛捌讲过，巴克勒牧师伫屏东的议论，嘛是去互暴徒甲破屎的故事。其实破屎这个风俗，伫台湾的社会是非常侮辱人的代志。时间的关系，当然咱小可简单讲一个啊。实际上，马偕牧师当时甲5个迄个初信的信徒，因甲逐所在去宣传福音的时，因是随时拢有得到迄个侮辱，佮随时去遭受着攻击。咱甲想看卖，咱莫讲咱讲遮济，讲这少年线讲遮济。随时得到因的迫害，以咱即马咱的心情，咱来看，咱若去遭受到我头拄仔讲的遐任何其中的一项，我想咱拢无法度承受，咱拢无法度忍耐，迄个伤悲，迄个伤心，甲迄个苦难。但是遮个拢无法度阻止马偕牧师。将耶稣基督伊的出来怜悯甲救恩宣扬出去，迄个热情、迄个负担，甲迄个坚定的意志。我想，现在咱真幸运，咱嘛真幸福，伫台湾这块宝岛的土地顶面，伫上帝保守的当中。可能检测，咱要对真理这个信仰的坚持，咱毋免着用到咱的性命来保护。
果。咱若想要对信仰当中来得到快乐，咱就必须要去坚定咱的心思意念，才会当来得到圣神保惠师运行其中的快乐，才会当分别正圣，来进入上帝伊所要赏赐予咱迄个教业阁有存的白白恩典当中，予咱的生活来得到光照，予咱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起造，得到瓦靠。上帝赏赐予咱的是白白恩典，但是咱所得到的，却是重价的救恩。就若像咱头拄仔盘长老所讲的，重价的恩典。那么，这个重价的恩典，伊是重中之重，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个白白恩典的重价的救恩之间，本来一个是白白恩典，一个是重价的救恩，伊中间的差别，就是伫咱人类的无知、有限、软弱甲欠缺所造成的。本来是白白恩典，咱却需要付出重中之重的代价，才会当来得到。所以，伫咱今日的探讨当中，咱知影，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的原因是司提反为着基督真理来牺牲伊的生命，奉献伊的生命所结的果子来所造成的快乐。那么，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的意义，就是基督徒是真理的记号，是用生命坚持所换来的重价的荣耀。所以，咱诚做基督徒，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有需要，咱来知影，咱今仔日伫生活中，咱所享受的平安、喜乐，迄个尊贵，甲迄个荣耀，拢毋是白白来的，是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司提反伊的芳芳的活祭，甲正使徒伊为着真理来牺牲生命，佮济济远渡中洋来到台湾的外国的宣教师，因一生的奉献，以及咱遐尼济咱的信仰的前辈，因正经伫本地的所有的美好的脚迹。当然，这个美好的脚迹，当然嘛包括咱伫130年前，咱的释教长老张乃芳长老伊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是遮的隆重所换来的重价恩典，毋是白白落落来。安尼，咱是毋是应该爱好珍惜？搁较需要咱大大去宣扬，来引出搁较侪的人来得到安尼的恩典呢？是若较狄土良所讲的为教牺牲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一粒麦仔，伊若无落伫土里，伊若死去，伊嘛是一粒麦仔尔。一粒麦仔，伊若落伫好土，
来死去，伊就会使结30杯，结60杯，结千千万万杯结子，来成做正人的恩典。祝福咱大家，拢会当活出美好信仰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阮感谢你，今仔日的信息，互阮通来明白，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的原因甲意义。总是阮的有限甲软弱，定定迷失伫即个虚空甲掠风的世界。求主开阔阮的境界，赏赐阮气力，坚定阮信仰的脚步，成做阮随时的帮助甲祝福。来做光做盐，荣耀你的性命。通来赢过阮拢总的诱惑甲艰难。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三甲过来吟圣诗533首，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是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济，请咱即时来准备心来奉献。济，这是我来报告。咱下周的事项迄个圣港的分担，请咱家己来看吼，来注意后礼拜服侍。拜三来周，我来报来周，迄个拜三早间祈祷会，主理是黄传道，司会是施心瑜执事吼。后礼拜的主理是林义杰牧师，特别是咱着爱有信心吼，圣经圣诗拢有伫印伫遮，请咱家己来看者。请咱掀开第6页，咱来看教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礼拜后12点半，伫地下室要召开中职会，请各团契会长、辅导甲中职来出席。第2点是小会通知，本周部已经有附函吼，详细有来说明。咱感谢主吼，关于咱教会咧聘牧的中间，甲买牧师馆的重大的决定，拢有咧进行的，有停事，请咱会友，咱爱互咱的兄弟知影吼，所以附伫咱的周报才有一张吼，每一个人拢有一张，咱转去才会当，咱因为有较济豆仔来看吼，因这是教会所伫进行的事工小会要互兄弟知影吼。咱柯牧师已经答应要来咱的教会，伊后边遮嘛有伊的简历啦吼，许承凯牧师的简历吼，拢有写伫后面遮请咱
有闲的时阵啦吼，也是小等下吼，礼拜煞咱家己再来看吼。小会有公告定伫11月22日，伫本月哦吼，22日要举行临时会员好会，要来办理咱要同意要来买即个牧师馆的代志吼。搁要来选啦吼，敢选不是吗？哦，好。嘛有伫公布那遐有公告啊吼。请咱的会友拢爱来参加。第4点，礼拜组开会通知定伫11月15，要召开礼拜组会议，伫下晡1点伫团契室来召开。第5是感恩节的活动，11月21日，咱伫逐年的感恩节吼，拢有一个活动吼，是拜六暗时5点半，伫咱地下室要举行。咱今年度的感恩节的爱餐的活动，欢迎兄姐，一家出一个菜，伫到1楼遐，看你要出啥物菜，伫1楼遐来登记。因为要登记是要爱知影，咱尽量莫重复啦吼，因为咱有足侪项的，你看较无的所在，是你的拿手菜的时阵吼，你赶紧来伫遐登记，安尼教会嘛较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吼。嘛会当来邀请咱的朋友吼，咱的亲友也是好朋友，同齐来参加即个爱餐。伫11月22，为着感恩节、感恩礼拜，吼，佫是临时好会吼，迄天是联合礼拜吼，华语就暂停。第6，本会定伫11月28日，拜六伫教会要举行。为着2001年，就是明年度事工的检讨会，请各团契伫11月15后礼拜吼，进前会当提供咱的报告资料，互咱的教会的干事来整理。第7点是敬拜团契组吼，有选出新同工，团长是潘秀丽，仆务是杨佩琪，会计是张信邦。第8，妇女团契新的同工名单是会长是丁会长老，副会长是吴丽文姊妹，领袖是廖秀兰长老，书记江素霞姊妹，西瓜是郑美霞姊妹，甲廖长老，会计陈丽珍姊妹，探访田清密，技术甲欧秀敏姊妹。康乐是李胜荣姐妹，服务是李秀凤姊妹。第9点是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伫咱下主日是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请兄姐别烦心。咱这教给消息，咱请咱家己来看。今日毋知有新来无？今仔日请有新来要介绍无？好，咱这是来吟买便诗181首，181首。当心而乐，天悲。请咱起立。后来给
游园徛伫咱对上帝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直直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时来唱咱的平安礼的歌。请咱互相来请安。